หมดเลยหมดเลยกำลังลิ้น退到线后，我们4支，你们应该是会12个人会组成4个小团体啊。กำลังเล่นกีฬากิจกรรมตัวที่2ต่อเด้อ跑过去，อยู่เสื้อในร่มบังเด้อ木桩再回，交给下一组。都听明白了吗？我们第一次第一组人让大家尝试一下。第一次我们不比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稍等啊，这次是尝试。好。球都没得。啊？在，还有球吗？给我们。篮球在球场，只有3支吗？应该有4个球，大家找一下，4个球。等一下。เป้คนหนึ่งเลย 3，快点！又错木桩了。เมนเมน往这边整体挪一点，我们的木桩，他们有一个绕。好，组退到线后。对，是接力啊，是接力。第一组回来，把球交给第二组，第二组出发，其他人员帮大家做好这个交接球啊，做好交接球。退到线后，不要让我看到你们的身体超过线。其他我们所有的同志啊，既是裁判也是啦啦队，有人掉球就把他抓出来，不要掉球重来，我再强调一遍。靠在他上面的话，我得跑。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安排来帮他们把第一组的球拿到第二组的背兜里啊。后面就负责顶。准备好了吗？脖子掉球，回去重来，快！稳住球！加油！孩子们说太不容易了，全程被拽着跑。哎，好嚣张！好，我们给脖子一点鼓
要给国队一点鼓励。好，加油！加油！加油！请我们的冠军高举你的双手。好，可以。刚刚是谁嘲讽来着？这边稳赢的怎么不叫了？好，我们恭喜我们的非常凶มึงอยากอะภาษาอะไรโอ้ช้าลงเริ่มแล้วดิกลุ่มเผาสลาก่อนเลยนี่เป็นกลุ่ม2กับกลุ่ม2กับ4เด้อเริ่ม员光数一下人数，มันหลายเด้อ20个人，不要多，我们公平对抗。好的，两边人数一致。刚刚这位评裁判有上身，裁判有上身，我们拉帮争夺战啊，拉帮争夺战，看看谁拉谁拉。จันว่าอยากประตาไม่ว่าเจ๊จ้ะแค่นั้นแหละแม่น้ำแหละแม่น้ำแหละ好，恭喜我们的拉队和我们的帮队，我们队名诞生。好，那我们下面请我们的朗博就位，我们朗博争夺战。สถานีรถไฟโล่งบางเด้อ数一下这一组。พบข่าวทางเราและคนชิน数一下，公平对抗。คุณปีใหม่2022เด้อนี่มื้อวันที่1ธันวาคมเด้อนี่กำลังเล่นหนึ่งเสือกเลยเล่นแล้ว裁判吹哨啊！我就不管了啊！听裁判口令。กลุ่มที่1กับกลุ่มที่2นะ1 2หมดเลยสถาไปแล้วกลุ่ม1好的，那我们拔河决胜。对啊。我们还要调边吗？调边。那我们问一下，还能再战吗？好，换边，那就。要เปลี่ยนอีกครั้ง好，一局定胜负啊！朗队，我们输的就是国队啊！记好你们的队名。蒙眼，最后再说一遍啊！把眼睛蒙上，不要露出来让我看见。把眼睛蒙上，
把眼睛蒙，手吃亏一点。好，现在双手去找你们的绳子啊，去找你们的绳子，把眼睛蒙上。哎，好，好，ไม่ออกแล้ว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小妹妹，你跑圈外面去了，你跑圈外面去了，跨一步进来，跨一步进来。เขาไหนเขาไหน单脚，跨一步，单脚。 เอ้ยเอาอีกเอา 摸到绳子，他就抓不到，他还抓不到了抓到下面。正方形，拉成一个正方形，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呢有人来捣乱一下吗？有人来捣乱一下。不要拍到前了。โอเคอ่ะวันไล่วันไล่ แล้วลิงกิจกรรมอยู่ที่เรียบร้อยวันที่1 เดือน 1 2022แล้วกิจกรรมปีใหม่我来去弄你看学里的指挥一下吧，中间差2个点都成太极了。20是比多少？这个手还是要这样。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指挥很重要啊，要不然大家都是乱了，都是乱了。不要比，你们先往后来，一个战术的，不要太大，不要太大，不要太大。มันหลายเด้อนี่哎，有吹过去的吗？有，喂，可以。哦，要找对方法。来，哎，哎呀，洗过来了，直接说。签收单，你们拿了吗？不用签收。喂，可以，不用签收单啊，可以，哎，哦哟，大，马上就来了啊！好，先把这个马桶出来。还有是吗？2次机还有就。那个打乒乓球就是。打乒乓球。乒乓球嘛，打那个不整个干，国球啊。没得这个项目啊。先设一个嘛，我接受所有人挑战。怎么嚣张？我就是这么嚣张，我接受所有人挑战。哦，成功了。OK。啊，水多就好啊，是慢一点。大点。
我也来排一个尴尬嘛，不是咋的出来？他冲到地方非常推过这个地方。比那个难，比那个难我就不懂。比那个简单，比那个简单。那个太难了，我操！我两天方向都找不着，主要就是东南西北上都不懂。开始，哈哈，来。往右，往右，往右！来！哦，加油！谁都睡过。加油！啊，没了。是吧？还有是啊。切冰蒙球。OK。新花送。后退。好，对了。你要360度转一圈，好，跟盖伦一样。哇！我的天啊！我也没收钱，没拉。没有呢。好了。啊，厉害！哦，来，厉害！再选一个。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哦，美女来了，等一下。你也老要人家。那个我们会老文的说老文，会中文的说中文啊。3、2、1，新年快乐！好，身体垂直一点。身体倾斜一点。有家人进来了，好，看我看，3、2、1，新年快乐！好。3、2、1，新年快乐！可以肆意妄为一点，再来一个。好，肆意妄为一点。好，准备。多嗨啊！ 3、2、1，新年快乐！